啊，唐讲 V 到俩，安尼类，然后大蕊头比所以张下来条狗诶。因为我们之前都是都唱自己的歌，然后我们想说，刚好有这个好友合作出来，我们就慢慢写歌。拿来換雞湯啊！根本你是為到做嘢入菜，我要持隻雞哦。心落開喲，無從高的心爽，鬧熱大擂台，鬧熱降下來。好，今天的冠軍積分賽，聽禮拜，聽禮拜哈，今天是黑白配嘛啊，是，男生女生配，黑白配。张贵一拍谁？我慢出。好啦，來，我相信大家要等我看下精彩的比賽哈，馬上介紹評審先生來。一家小先生，齊家美先生，齊思飛先生，總飛先生。積分賽比賽規則，大禮拜3天無強用嘅主題。參賽者最有主題自家選過的，積分最高嘅前5名就做在今年年初總決賽哦。好啦，先生介紹到嚟講下評分的規則啦。好，請嘉秀老師。今日的主題吼，愛上老二姜阿聰，愛上老二姜阿聰。你做得前吼，一家親愛的朋友啦，心目中的偶像啊，老二姜阿聰，從家第啲兩殺加迄個分數哦，唔係姜阿高，我看你的表現哦，你老嘅對象樣板係默劇較好，默劇較好，較熟。唔過主要是你自己嘅表現，好分數看你自己嘅表現。看另外冇算分數出來。那為啥冇算分數？就是襯托啊！襯托。老是襯托啊！咱我嘅啥嘅國冠這邊傾，冇影響到啊！哈，叫人去襯托起來啊！烘托它。烘托啦，烘去做綠葉啦。那讓紅花把它烘托出來哈。好，各位紅花加油！OK 啦，準備好啦。準備好了哈。好，來，好了。來，馬上我讓題組。題組係李浩森，還有哎呀不得了，小咖喱帶來新竹風。好，來談看啦。新竹風將當地嘅社模樣，沙當應該無啊，唔知可奈何。新竹風將泛在嘅聲音啊，老將嘅舌頭唔到能跳高起。日晴颱風吹也過來。我都愛見打擊準，只好差見打領情，你共為本機求走起。吹呀吹呀吹，樹兒採開蘆筍衝過，잡아騰騰風漂泊。吹呀吹，颱風吹走愛嘅笑臉，吹走所有嘅唔歡喜。新竹風將去過嘅社來啊，會跳跳來了喏，手段拳嘅社下仔，日晴颱風吹呀過來，我都愛見打擊準，此行差見打領情，你空為本機求走起，吹呀吹呀吹。
让我淡淡风飘舞，吹呀吹呀吹，海风吹走爱的笑脸，吹走所有爱不欢喜。梦爱等到那心属定眷顧，心中風來傷害你。吹呀吹呀吹，树儿在苔露順衝過，讓我淡淡風飄過。吹呀吹呀吹，海風吹走愛嘅笑臉，吹走所有愛不歡喜。九江風吹過嘅氣涼微風，剪草根本已走電路，太單純。深情款款的两位，享受了，没有深情款款，对，你们两个可以结婚了。恭喜，我愿意去你们婚礼唱歌，当婚礼歌手，那我就当婚礼主持人。走的喽，哎呦，你今天用安利会唱的多啊？那客家街林俊杰啊，没有。其實之前我比較貴數嘅時間，我係模仿設計啊。哦，錯，哎呀，我係模仿設計啊。所以你比打的，所以就一見鍾情了這樣。也不是啦，然後比完季賽之後出去比賽，該是體育賽比賽是新竹嘅該客家新曲獎哦，新曲獎哦，該是應該是從兩條過橋，體育擺啲冇被拄到機哦，有跳過很英俠，唔係愛寫嘅，你係聽過寫嘅，聽過寫，我愛唱，愛 color，愛唱，佢係講詩嘅嘛，佢講詩嘅，唔講詩嘅嘛，從也去溜我感覺。做的嗎？其實我覺得蠻唱起來更有感覺哦，對，他口音比較重嘛，對，更有味道哈，對，就是新竹那種感覺，新竹，那就像馬來西亞人嘅，我的心係咩？我的心啊，對，馬來西亞的那個咬字重一點，它重一些嘞，對，好了，按你來唱得嚟哈，按你唐先生來公平一下，好唔好？來，嘉秋老師，好正，湯一松嚟個情慾味事啦，嗬，咁我啱阿公嗱從家基本講新竹風啊，新竹風，咬到聽硬掉嘅啦，咁講哦情慾味事啊，哦，然後整個啦層次分體論也分得不錯哈，就是中間到後面情緒，我一直覺得哦，應該起來，那麼從頭過起來噶，有一句那個假音的部分呢，是唯一一個你嗚呼那個唯一一個唱的不是太好的地方，就是在要轉折的地方哈，那個不是很完整。派誰哦？我比較那個注意一點小細節，因為從歌上歸宿歌安看下來，你注意講，哎，什麼地方一個轉折點？偏偏那個地方是一個轉折點，因為你到了請過個高潮噶，你要轉下來，要開始唱的那個最後最有味道的是最後那兩句不給你帶點一種點路，這兩句他唱得非常好，因為從功法，那希望繼續再努力，好不好？好，加油！什麼先生？哎，我們看一下個亮麗分數了啊，來，看一下李浩生嘅分數。91分，恭喜啊！什麼？謝謝你，好，謝謝嘉樂，有空就來了哈。好啊，都來，謝謝，謝謝安志 C， 好，謝謝，嘿，好了，潘一 V，第一組就安厲害，對呀，下一組哎，哦，下一組是我的偶像，哎呦，你，對啊，剛剛那個也是你偶像，你都愛上他了，對啊，我每個都偶像啊，好，對，但有真有假，表現好的都是我的偶像，真的，正經啊，從最後你也很喜歡的，好啊，三號嚟聽一組係王一環，還有強的帶來，哎呦，你。
轻易曾经掉来的心黑已牵起，莫想你过去的就忘记过去，总有人会先离开天地。你还未相信难以，世界航过天，轻易早天风脾气，好好甜甜的梦里，星光早电台的，微酸飘风一洒一相思天意。哇！欢迎两位杰出的音乐人，不得了！哎呀，赞！来，哇，这是效果器，集中，你看几万块在这边。哎呀，真的，效果器那么贵啊？对啊，就是入坑的开始嘛，电吉他。对，没错。那我们那个吉他手，你问吉他老师最知道了，下面不是好几十万？对，可能有，应该有一盒效果器，一盘。哇，这个两位这个结合真的是哈。哎，调下糖讲 V 到俩 Andy 类，然后你大蕊头比所以张下两条狗哎。哦，特别下呀。嘿，算是吗？算是吗？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想要合作，真的。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都是都唱自己的歌，然后我们想说，哎，刚好有这个好友合作出来，我就问他说要不要来，很久之前就问了，对，所以我们就慢慢写歌，写了这首歌，你就很早就把它定下来了，别人抢不到就对了，因为大家可能都想抢这样，大家都唱，太抢手了啊，对呀，当红炸子鸡，对呀，跟他学习啦，他找我合作就一起学习，对，因为没有尝试过这种曲风的客家歌，就是我们写一首这种感觉，后堂，R&B 的感觉，对呀，好棒，雨涵也好棒，哎，你也是一样，要多跟嘉乐一样，要多创作一些歌，然后多出来让大家多认识，对，多知道，你看我们客家界有多棒的这一些音乐人，哇，现在真的还有我们客家 IU 啊，IU， 感谢他的催促，金曲歌后，好啦，那唱完了，来，唐西章的告别，来，像这位先生，今夜主角还雨涵，我觉得功德的部分他放太多了，你知道后来你变成你是配角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特别是你 Hellboy 中永远 voice 整理快听听，你后面那个你已经唱出来了，你知道一首歌它要铺陈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你是主角，你唱出来你的 power， 你已经唱出要给我东西，你后面好像要软掉了，就觉得我好像你知道那个后继无力，对，不是后继无力，就是好像少了什么东西。譬如说你照转来副歌时间，我觉得就可以以你为主了。功德也会合音。那后来整段的其实副歌几乎都是功德在演出，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听到雨涵有再特别的东西出来，这是我觉得整首歌比较可惜的地方。第一个，第二个，我跟叶夏秀老师在聊，就是你们因为是你们第一次弹电吉他，所以一方面兴奋度也够，当然你们的专业都很够，但是它太像一个就是缺了一点点灵魂跟完整性的 demo。我觉得这是。当然这首歌非常好，我希望你们可以做成你们合唱的东西。只是说在这个比赛上面，我就觉得缺了这个东西，因为两个都是很厉害的创作人，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加油，加油！好，来就看一下家里红衣的分数，看一下红衣花的分数。哎呦，哎，91分，两位这么棒的这个创作者，你有没有让爱人粉丝听哦？啊，有可能是你的造型影响了。这改运是吗？再去改一下。好，谢谢两位，谢谢，还有2礼拜对吗？哈，加油加油！哦，谢谢你的帮忙哦。对，帮忙。我们一起来介绍下一组好了。下一组来一起介绍。下一组黑陈奎，所以还有我感觉他家里很黑暗的令公灯。待会再看爱结束。哎呀，来打过来哈。谢谢，谢谢你带他来。你没有女儿对不对？你要不要认一下那个女儿？这可能要问罗嫂，可能要问当媳妇了。啊，那个。对啊，30几了，就有点老了。你还敢讲？你还敢讲？天意的脚步，慢慢行人生的路，遥遥飞的身躯，伴挑战的幸福，爱感觉木子含的做甜蜜的梦。思念的风吹过来，爱等伊同声。心酸的爱，夜光啊，请伊照记的路，阮远方的期看清楚，看思念的水落下来，留爱伊的苦，空到心肝肚，爱袂等伊强下本人祝福，再过见爱结束。这天光。天意的事，天意的脚步，慢慢行人生的路，遥遥飞的身躯，伴挑战的幸福，爱感觉母子含的做甜蜜的梦。思念的风吹过来，爱等伊同声。酸的爱，夜光啊，请伊照记的路，阮远方的记看清楚，看思念的水落下来，留爱伊的苦，空到心肝肚，爱袂等伊强下本人祝福，再过见爱结束。这天光，这是什么音？这两个人的结合也是很搭哈。对对对，在一起，应大家的要求，那就在一起了哈。在一起，送入洞房。来，走不送？两三个狗路啦哈，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搭配，今后夹爽啊，夹爽，光灯
哎呦有，好久不见啦！好久没有给你看到了。阿舅莫看到你啊！对啊，最近好像有稍微福态一点。就吃得好，吃得好，这样表示生活过得去啊。对啊，刚还忙接社会时间，我还真的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啊！运动的，哎呦对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可以找得到他？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很久很久了。哦，我们从以前比赛的时候，对。比赛好多年了，10多年有嘛？冇，咁我20年。從細就出師咧，就出嚟。冇啦，有一擺比賽，國中比賽認識的啦。对，然后我就很欣賞他唱歌，尤其是他的 power 很好。对，所以我们後來比賽就認識了。哦，對。所以你不怕他因為 power 很好會影響到你，會搶到你？不會，因為我們還蠻有默契的。他們自己有抓好比例問題。練了多久？我們其實只有1天的練習時間，但是我們一整天花了蠻多的心思跟，因為我們要想要怎麼合會好一點，怎麼搭配。對，那其實我們也是從彭麗老師的比賽結識。我們客家電視台一開始還好有他那一個 slogan 17台合格17台，對，所以才結識，然後就後來越唱，我們越比賽就越熟識，對，然後後來我們也認識彭麗姐，她也是對我們都很好，對，然後所以今天才會選到這首也是彭麗老師的歌，對，有這個意義在，所以彭麗還在哈，還在吧？很久沒看到她了，還在啊，她都沉寂了，休養生息，在念佛了是吧？對，哦，真的，這個是另外一種領域，另外一種境界，不一樣了哈，是，好，重提啦哈，重提啦哈，來唐先生講評啦，來，搶師弟先生，因為凱瑞老公的用啥批哈，真的很特別，然後2個男生聲音，但是2個男生卻有不一樣的聲線哈，完全不一樣啊，唐希爾就很大，難怪剛剛大家會誤會。其實不是誤會啊，沒有誤會嗎？好 ，OK。頭前嘅部分當然係喺講重點啦，哈。其實配合得當好，你像我吃到人家的副歌合唱的部分，我很喜歡。光燈做到非常好的配合的部分，襯托住凱瑞的聲音，所以按你唱法當好。好，那。就講幾個我想要建議的地方，所以講凱瑞其實在咬字是你比較辛苦的地方，所以可能還是有1-2個字，好，有1-2個字可能咬字部分可能我們還是要有一些修正，好。這之外呢，另外就係因為頭版有讓講過，其實係對兩個炮的部分，在這裡面，像這首歌。我覺得我在建議你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特別的地方是你可以再去找一些可以幫助你拍子穩定的地方。像亞蘇國外，那鼓手老師給我打第2拍、第4拍的 C， 就是他的 side beat， 就是你有聽到那個鼓邊的聲音，給它動響很響，所以你要穩住你的拍子的話，你要抓住幾個律動重點，所以。我覺得你有點偏快，後猜那光燈有讓我 hold 住，所以你的合唱的部分你可以穩穩的，雖然還是往前一點，不調前一些的，不過它還是會顯得你有點趕。好，這是第2個，第3個來吃到哈，我覺得這一次的比賽你真的太辛苦了，你一定要給賞。讓他連公發就聽得到你的沙啞聲了，辛苦嘞。對，你公發就聽得到你的沙啞聲，這個我覺得你可能要好好的考慮。當然啦，我不希望你放棄比賽，能夠撐到最尾端就把它做好，好了可以做後來。不過我希望比賽出來以後，你一定要做一個考量。好嗎？好，安子先。好，我倒覺得他現在這個表現比較柔情一點。那剛剛碰到那個剛強，那2個就很兩個人就又天作之合了。好聽啊，好聽。對，真的哈。來看一下2位分數來。好，來看陳凱瑞嘅分數。分數還蠻嚴格，要求比較高嘞。進入6強的倒數了，沒啊？好，恭喜啊哈，91分，謝謝。光燈，謝謝。有空就來嘛。對啊，來點亮我們。這個舞台也蠻好玩的，真的來點亮我們。光明燈嘛，光明燈啊，點亮一下。對啊，批敗了。
对吧？好啊，好，有机会啦，有机会啦，有机会。谢谢，哎呦，好，好了，哦，谢谢两位，谢谢，来回做休息，就这样子。好来，杀下来。彭思源还有林子颖带来的迪某。好，我来弹款啦。江面朝下白葉飛，風兒動盪。不知你的走了，退過人淚難流。見書送天無飛天，無意思可留。錯也已就風潮，弄碎餐就不少。只每見了你灑脫開同一口。點望，仍係流皮風潮。錯也已就風潮，弄碎餐就不少。只每見了你灑脫開同一口。流皮風潮，錯也已就風潮，弄散餐就不少。只滿見讓你灑脫開同一口。點望，仍係流皮風。錯也已就風潮，弄碎餐就不少。只每見了你灑脫開同一口。點望，仍係流皮風潮。准，抱太久了吧？对呀，怎么样放嘛？哎呀，阿爸你好啦，阿爸，我叫你阿爸。我细汉的时阵安尼看你，细汉安尼看我，阿爸啊，系啊，我是林依慧。你林依慧，你林依慧因妈妈吧？他敢坐在游海的时间去点一下个 YouTube， 罗时丰3个半女人，林依慧，就会给半个女孩。你那时候他小时候就是那时候很红哎。我们当初有唱什么？很多绝情好呢，为何你爱着别人也有？绝情好看哪家啊你？那是好啦，好啦，不是卡啦。哦，你看罗的跟以前一样。哦，因为王瑞霞的脚特别粗。你错，所爱着爱情的路途，这暖的温度，甲冬哥哥无代念，阮的爱才起步。那一点一滴滴落土，心就一寸一寸的感觉。你敢是跳一个？你敢是去远渡？一路不渝的步，将阮的爱耽误。欢迎收
收看超级夜总会。志颖姐太厉害了吧？没有了，没有了，志颖小姐，对不起，没有，她一直 Q 罗哥哎。我今日袂记起啦。因为那时候录太多东西了，太多 cover 的歌曲，而且我们录到半夜，真的，常常都是晚上做完秀，然后去录音室录完音，然后又要去录制这一个影片这样的，对，很酷，好酷的回忆哦。对，而且现在网络上都还找得到，真是太可怕了，大家不要随便拍影片。真的，跟演推懂流行的小孩子，然后很会唱，然后他就是那种7岁而已就有大将之风，从小就很会唱了。对啊，你看从小就会唱，现在完全没变，他还越来越厉害。真的吗？真的啊！哇，那刚刚连我们制作人说，哇，这是谁啊？怎么那么厉害，那么会唱？谢谢。对啊，我其实是来帮世军，他是对，我觉得他最好。对哈，原来是帮世军，不要忘记他了。罗哥从头到尾还没站到主持人的位置上。这很高中我们同一个声乐，我们师出同门然后我们都在中华艺校念书，在高中，因为职校嘛，升学率其实说实话不太好，不太高。那个年代考大学其实不太好考。那老师那时候我考上台北的学校之后，老师还特别打电话跟姿颖姐说，这搞太高啊！你有一个学弟会北上念书，虽然你们不同学校，可是你记得要替老师照顾他。阿姐她现在就是已经当助理教授嘛，老师。然后其实他现在比较活跃在音乐剧场，台湾的音乐剧，所以他是跨界。我们其实都学美声，可是姐在大学时候学的是民族声乐，对，然后出社会又转了一个音乐剧，所以他其实是台湾。我为什么特别找他来，是因为我想要介绍他这把声音在给客家音乐，给客家人认识。原来台湾其实全方位。国外有莎拉布莱曼，但是我们台湾有林志颖，就是因为阿飞帮我讲的好不好意思，洪老师走了，瑞香老师在天堂，那我觉得新生代应该要有人来接手，对，她真的是我的女神，很棒，好棒啊！谢谢你带她来，我觉得有来相亲认亲，真的啊！这个20几年再次重逢，这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你没有女儿对不对？你要不要认一下那个女儿？这可能要问媳妇了，可能要问当媳妇了。对啊，30几了，就有点老了。你很敢讲，你很敢讲啦，他就是这样子。以前就是这样欺负你的，都没变，好喜欢哦，喜欢被欺负。来，他给他欣赏的高明的，欣赏。志军真的要好好的谢谢姿颖，因为今天，他帮你加了非常的多的分数。哇，好。对，因为他的而且我觉得你们的声线跟共鸣的地方是有协调过的，所以你们是对，就是2个是合在一起的。其实，要跟泰嘎贡每一位来参赛的选手，如果你们要合唱，你们一定要去调整你们的声线，不能自己走自己的。这个的话，如果我的声音比较前面，你的声音比较后面，那要调整到一个刚刚好的位置，这样子才可以。你看他们同样这样的一个歌，要用这样的一个唱法，2个人都同样把这样的位置放上去，和谐，尤其是最后2个一起唱的时候，真的是没话说。好，那再来，老师就是一定是非常真的，你今天我觉得是完美。好，那世军，我就要你的话，我要给你一些小建议。可能当刚开始的时候，你站的比较卡 hell boy 啊，鼓手你所以你回头的时候，你某堂斗 monitor 的声音，所以说你一进来那个你猜念敏那个地方，你的音准没有控制好，那个地方有点偏高。根本你亚苏狗 Q 你所有带音的部分我觉得你都可以再好一点。可能你的声音的部分在低音的时候，你太后面了，你的共鸣。可以再放上面一点，再轻在前面一点，唇齿一点，对，让这个低音才不会雾雾的。第2段那个抽呀一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哒啦啦哩啦啦那个地方，因为比较低，那比较低，你要呈现到的是比较沉的情绪，但是不要忘记，当你做沉的情绪，你的声线还是要上来，才不会因为你整个情绪你这个声音暗暗的。整个都跑到后面包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已经很棒，尤其是2个合在一起，真的要谢谢老师帮你加了一些。学姐，加油！他现在累积的分数已经很高了呢。对，老师又帮他加分。对啊，破表了。谢谢老师。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来。看一下彭思源嘅分數。听起来好自然，好舒服。哇，这画面又很美，这样。你可以看着我说吗？画面。你好没礼貌。看一下彭思源嘅分數。谢谢老师，谢谢，哇，太棒了，谢谢世军。好，来撒哈罗亚族，係劉美玲還有賴浩賢帶來蜀中電台。好，來彈下啦。點點青青姑娘草間台，來來飛飛群群江中煙雨愛。四季共你從後風來，歡喜打扮雄龍心浪彩。一條朝陽孤單鳴江頭。跳送檢查中氣慘愛心地背，風中相思滿心難開，天公轉也喊起聲音電台，嘆一聲無奈，發好事總有明早。天願散一曲，但願風隨風來。始終電台有情意來愛，無奈無人同下情難愛。辦法雖也已過，就不再來。見傷心酸電台，始終電台有情意來愛，唔知盼的幾時你再來。千里眼已過，何時轉來？把流水流水去。kiếm thay chạp thay lò môi theo dòng đầu sư dòng vẫn nghi dòng hỏi nói tên có lời nai yong yong tay sang vô nan và họ sự rằng yêu nhìn dài天願散一曲，但願風隨風來，始終電台有情意來愛，無奈無人同下情難愛，繁華歲月已過，就不再來，見傷心酸電台，始終電台有情意來愛，唔知
发老水流水尽不残。哇，好棒的演出啊！对，谢谢，还 OK， 阿卡贝拉，还 OK， 你们是故意取这个名字吗？还 OK， 还 OK， 哦，还 OK， 听起来还 OK， 还 OK 这样。哇，老师你们好，老师你们好。对，来慢慢一个介绍了哈。对，冲马干，你是负责？我是小明，我是小明，里面是负责人声打击的部分。人声打击。刚刚所以那个打击乐器是你发出来的声音是吧？不错。你好，我是女中音，我叫婉容。婉容中音音容婉容，话不要随便说，这个名字很古典的名字，对，好古典气息。中音的部分啊，你是他不用，我们从这边。那这位美丽吗？你？我是唱女高音的 Lisa。Lisa 女高音，高手来了！刚刚那个贝斯音不得了，贝斯是他吗？要唱一段吗？我是贝斯，然后也是还 OK 的团长，叫瑞昭。对，团长好，谢谢团长。这一位是，我是浩轩，男高音，对，难怪刚刚有一些高音，对，那个声音很高我刚刚在学的是电吉他，希望有达到这个效果。我刚以为唢呐反正高音有出来就好了吗？是啊，你如果学王杰声音应该很像哦。王杰，我偶像啊，你偶像啊？对啊。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这样唱出来了吗？没有关系啊。好啦，会模仿王杰的是易凡。真的吗？那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让易凡下来的时候，下一阶段，我们王杰认证过的。真的吗？女生模仿男生呢，很厉害。真的。那我们卖个关子，等一下再来，好不好？好。你今天怎么那么厉害，可以请到他们？对啊，因为他是我的老师们。老师们。对，所以你也是这个还 OK 乐团的？我不是，我是他们的学生，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 K 计划人声乐团。然后他是我们的带我们的老师们，有所以师徒团。你平常也有在玩一些这种东西，对。有出去表演吗？你们有没有常出去？好像表演已经400余场了，400多场我们每一场都会记下来。我今天表一场。对啊，怎么统计的？对啊，怎么做统计也可以统计400余场，像计步器那样加今天一场。对啊，好棒哦！可以，真的，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有不一样的这种呈现哈。某空用的风格嘞，大家都用卯足全力来表演，真的，谢谢，让我们节目很有看头。没错。哎呀，谢谢你们哦，谢谢。还 OK 乐团。对，那我们来一起来听评审老师的。请嘉修老师。今天其实，重点是美玲了哈。对。所以其实，刚刚我们都觉得节目真的很精彩。可是我们回过头来，重点还是美玲。是。那美玲呢？今天整个感觉上来讲，这个团很棒。多了一个美玲，就把这个团搞烂了。我讲话比较直接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团体，它是一个合作的团体。是。那一起在演出的时候，那么在美玲的演出里面的感觉上，就是还没有跟大家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是我的直觉感觉上是这个样子哈。那还有一点，就有一点最特别的一点是，其实我刚刚讲的有点夸张，不是你把他们搞烂了，是有一个部分你真的唱得不好。我知道，我那边突然间卡住的，而且卡痰。凭南京话讲，我觉得那一段比较古典的东西，你最好是找那个志颖老师去研究一下哈。因为毕竟他唱起来，它是一个比较古典味道的东西。然后呢，要用假音，然后那个假音必须要把它收到很特别的一个唱法。那跟这样的一个团体在演出的时候呢，他不突然要跳出来，你就很清楚的出来，不给你提供你要某 Q 动哦，我在表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整个的我是觉得说，整个在鬼哈
这个团体在衬托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的原始的设计的，嘎是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唐突，再加上呢，你那一段声音卡到了，它就是卡到，这是比赛嘛，对不对？哈、那为了比赛公平起见呢，这一段我是觉得很精彩，但是分数不太好，就这样，好不好？好直接哦，听听另一位老师讲费欣赏。是美玲，但是我觉得今天很棒，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呈现。慧茹老师，你可不可以用鼓励的方式？因为他刚刚被叶老师太直接了，你看他已经又哭了。继蟑螂之后又要哭了。好，其实本来我在台下矮唱练习的时候，你唱得非常的好，我本来是不担心。但是刚才比较，我连在这个书画装饰，我就听到有人在对爱别旧部的妹子。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因为你在练习给死姐，你唱歌的这个音量是精彩彩呀，你是这么小声，可是当你很用力要唱出来，你反而卡在喉咙，你的声音就上不去了。好，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没有关系，我相信这一次的。比赛过去，你会让自己在这个部分更进步。好，但是美玲加油，我还是觉得今天很棒。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美玲的分数了哈。好，来，我们一起见证一下。美玲的分数。好。哎呦，可以啊。走的。对，因为普遍分数好像都差不多都落在这上下。对，好 ，OK， 谢谢，还 OK， 谢谢还 OK， 乐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哈，谢谢沙雷，哎呦，冯心怡啊，你最喜欢的，还有一凡带了有你真好，哎呦，有你真好，真好呢，真的呢。
天籁啊！哎呦，天籁之音。哥好，哎，手怎么那么冰啊？对我真的紧张哎。你在紧张什么？当然会紧张，因为我很没有他，因为要模仿王杰而紧张。哎呀，应观众要求，对，王杰来一下，哎呀。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孤寂。因为女生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这句好像哦，天哪！好了，这样就好了。现在的王杰来学一下。现在我不太会了，现在不太会了。哎，好像哎，真的很厉害。好，谢谢，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凡。对，最近好像也出唱片嘛，对不对？正在筹备， 15个月前筹备中，筹备新的那个单曲。对对。你上一张不是叫什么 Break Out？ 哦 ，Break Out， 对，也是跟 DJ 合作。你有记得耶？我以为你心里只有别人。我说的是吉娜，没有，他心里没有我，你放心。好了，听一下老师讲评了哈。这位老师，再比欣赏。我要先说的是，一凡今天在所有的帮唱的嘉宾里面，他真的是做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示范，因为连刚刚老师都点头了，因为他就好像唱歌很像跳舞，他们两个人的步伐是一致的，甚至一凡在带他的，譬如说你不要看他只是在唱阿多利布的那个地方，他其实都在带星宇，而且星宇大概是这一阵子他的声线里面，我们第一次听到他有 power 出来的声音。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我非常生气，我一听完我就摔笔，我已经很久没有摔笔了。你真的不枉费你忘词女王的封号，又忘词啊！因为他唱的时候，你看你听不出来对不对？他进步了，但是你知道那个进步了，让你听不出来是不是？进步到让你听不出来，我这个太生气。你知道他是我们哈嘎天视台忘词女王，我刚刚真的好生气，而且老师看我，然后大家老师看我，施老师说。他是可以给25分，因为他从来没有唱那么好过，真的，他从来没有，他真的他的实力没有到那里，完全是因为一凡哦。然后我就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写任何的失误，因为他连合音都合得非常的准，我觉得是一凡带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唯一写的就是你忘词是怎么回事？我真的太生气，因为我很久没有生气了，我就觉得忘词是。在这里面是大忌，因为甚至刚刚每老师都说好想给满分哦，因为那个声线合起来是非常好听的，再加上我们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组合，就觉得说，哎，你们好像也要在一起哦。因为我有刻意的去想要合他的声音，因为他声音其实比我声音甜美，然后我声音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就刻意会有点往上，就是希望跟他声音能够稍微合在一起，不要显得我好像很突出。在邀功是吗？我希望可以加点分数。没有，我分数已经交出去了啦。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合作还是很好看，只是说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董大宋啦 ，K 懂得分数，唔讲爱董沈蒙一凡的冲哈嘎高，廖叔高 Q 酸黑冲起来，如果没有忘词，它就是一个经典，沈蒙很舒服，真的。我抢4B先生，补充一下。你也要生气，不会生气，我只是觉得可惜啊。因为其实一凡真的做得非常的棒哈。我觉得什么叫天生，其实讲都不用讲了，这就是天生嘛。好，他懂得进，懂得退，这个才是厉害。而且他可以纯熟，就像我刚刚讲美玲，她是一种勇敢。可是你是几乎是这个叫浑然天成，那已经不是勇敢可言，而是你觉得这事情就是往前走了，所以你一定会往前走，你绝对不会偏走，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什么样，你已经都设想好了。所以星宇在这个状态下，星宇其实你今天已经把你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对我来讲啊，吃到尤其是在升 key 的时候，其实。平常时喺躺生气，其实我就当紧张，我就当紧张讲，哎，糟糕，这个生气你到底行不行啊？可是你今天非常勇敢的站上去，好，唔可以讲有一般的 tendence， 唔可以讲这个动勇敢的卡上去。啊，不过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要把这一集好好的看，好好的听，你这一次的声音的共鸣在哪里？想办法把它记起来。因为他2拜他3拜比赛可能又更严格，可是你这个声音却是你现在最棒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期望讲你好好的去记住这样一个衬托，按那风行很用板冲出来的，所以我会希望在这上面你再好好的把它想一下，
好，不要唱了就忘记了，可能因为下一次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孤军奋战，这个时候旁边没有人，你还有办法去掌握好自己的声音吗？这个是最重要的，轻重要的地方。OK， 安子飞，就刚刚整个就听着好自然，好舒服，哇，这画面又很美，这样，就老师，喂，不要想太多了。你是不是眼里只有那边粉红泡泡？你可以看着我说吗？画面。你好没礼貌哦，这位罗哥。罗哥，你要学美玲，勇敢一点，说出来。看分数，好了。好了，算了，有看奉行一个分数。烟中流有那名。哎呦，也很糯米的嘛。糯米没啊，那个钟啦，没糯米啊，这是看了。哇，70几年的。啊，70几年，你叫我吃，吓死我了！这祖传祖传70几年，我还以为70年呢，漏点啦，漏点啦。主角天呐！快就吃批货了。有看奉行一个分数。好。哎，可惜了。很蒙词啊，对啊，大忌啊。他可能太放心了，要不然你让他太有安全感，至少要多4分啊，对不对？啊，不要难过啊。不要难过哈！你真的好差别待遇哦！真的有感觉出来，你有感觉出来？对对对，我就是这样的环境被霸凌的，你看。好啦，谢谢，还是很棒，谢谢，谢谢一凡啊，谢谢，真的愿意来参加我们节目，对，还带来精彩的王杰的演出，谢谢王杰的分身。好，谢谢，来，谢谢永黎。哎呦哦，也系传统做听礼拜哈，对，叫的介绍完的评审先生哈。来，李秋霞先生、苍永平先生、曾明珠先生、车启贵先生。好了，西面先生介绍台，讲一下评分的规则哈。有请你嘅国宝先生，秋霞先生。好来，今本日呢，安尼主题，希望我相信大家都对。头头会空起来的私家菜，今日大家都有私家菜嘛哈？有好食就出来，有大家都做嘅模式。講到私家菜，木做出白，後水就會流出來啦。今日啦，將安尼主題啊，你就用你嘅故事，然後分享出來，然後大家共同來分享哈。當然也記得啊。你的米絲嘅米湯，就將人哋千老師的孔融嘅米啊，那個分享出來哈。我睇個記得冇緊張啊，見嚟經驗嘅咯，你冇乜啊跌破，冇唔記得歌詞，你嘅米團落分到不清清楚楚，記得咯。加油！加油！哎呀，緊張好多空油甜甜。沙下來一條沉水炸哈，佢叫介紹乜嘅私房菜啊？你蠻好食嘅，私家菜嚟 ，TV 馬秀美帶來3個字。嚟，等我啦。
带那个火料哎，哎对，哦，哦，你还蛮好像盐虫，水盐虫，水盐虫，水盐虫啦，水盐虫啊，水盐虫，哎呦，盐虫就盐虫，有嘛那嘛水盐虫，可以有一些穷的，他用水烟啊，我知道我们抽的水烟，他做的熏一熏香肠就变成地瓜粉哈，捞在猪肉哦，番薯粉对，灌在那个猪小肠啊，哦，猪小肠多啊，然后再用蒸的哦，哎呦，哎没用煎呢，唔是过呢，没不是过的，一定要混该酱然后是哦，混酱然后这个嘛个酱，cái cái酱係嘛？咩嘅醬？特別調製味噌，也買。有哈，米手100塊多嘞，飯哈，還有那個辣椒，辣椒啊，哦，辣椒，像個糯米啊，有冇？哎呦，也係糯米嘛，糯米沒啊，那個醬啦，沒糯米啊，做的是可能，哦，是可能，哇，70幾年的，啊，70幾年，你叫我吃，嚇死我了，這祖傳，祖傳70幾年，我70啷年呢，漏點啦，漏點啦，嚇死你，嚇到。嗯，好吃嗎？哎，冇咁有味道哎。係啊，喜歡吃看啊。你到新埔啊哈，點半條哈，一定會點一盤料的是。聽錯了，你一點嘛？真的哎，有一種是竹蟲、胎蟲嗰種感覺。有蟲嘅，但是佢較豐富。跟那個糯米腸嗰種感覺嘛？糯米腸剛剛啊，它有咬勁啊。哎呀，較嫩啊。好吃。對，當好食。哎，這個嗌客家人嗌唔是嗰樣。新埔長油，東油麵。新埔長油呀。嘿。哦，所以要試一種東西，要當以新埔上食得多，係咪？錯。還有點一碗的一個板條。哎呦，板條沒有去。哎呀，板條沒有去個呢米農上食得多。冇新埔沒有，新埔沒有，嘿，新油麵啊。啊，所以觀眾朋友哈，那個時候新埔的時間要吃水鹽蟲哈，水鹽蟲，哎，啲新埔都食得多哈，哎，好食咯，真的好食，要私房菜，要真的嘿，真的是給新埔長有誒，正經新埔嗰邊。哎呦，安子鮮了，都係啊，帶安好食的東西咧，本來就是的。給我的東珠條模式吧。哎呀，來，唐先生嚟講片啊，嚟。小米跟廠跟進步啦哈，不論嘅氣質方面嘅衫方面嚇，你本傾聽嘅染質啦錢咯，呢方面總要做到。唔過一兩講就會人家高辦嘅時間，你表情就當緊張。嚇，trong cái時間你要做按嘅表情，按高辦嘅時間咩強鬆，我強鬆嚇，冇按你高辦嘅時間兩隻書標嘅個目足一片。哦，那個放空誒，茫然啊，誒，硬嘅唔好，失焦了，係啦，裝係，就誒強鬆嗬，我冇見㗎嗬，或者基本嘢，所以就本嘢傾天，個歌詞咁，加咩當講嘢，猜假響啊，當到嘢就會唱猜假響，我哋假詞方面要注意啊，假響、假田，哦，呢就係我繼續特別要注意啊，前途加油！好，安子先，我哋看一下幾個分數啦，好，馬上咪嘅分數。傳統組嘅先生嘅分數就卡，咁我表示佢就創作好啊，係啊，係啊，哦，多車呢，按好食嘅東西，還有創作呢，你咪當然是也是都上演按好啊呢，也當然是有可能哈，就會衝嚟，哇，這些多謝，謝謝會做小事哈，對。呀，盤在那裡等啊，冇啦，要搶欣賞，太起家傾話是真會好食啦。來，撒下來嘛，撒來，是阿妹唔譬如帶來老山歌。好嚟，彈講啦。一
事情哈。皮云哈，快是吃皮货的。哎呦哦，对，那个小马公的，马个年代，马个是马个料理啊。马个料理，我身材用会来。对呀。人工用啊，他一般要烧鸡猪脚。哎，声音哦。我倒出来了，看见了青肉嘞。哇哦，看见了动站动掉的哦，动厉害的。梅干猪，有皮多嘅，梅干嘅米湯，嘅梅干係切架裝嘅，切架裝嘅，哎呦，好，我還有安排搭配啲了，裝安尼啊，係啊，哦，然後嘅做法係那個梅乾就鹹菜乾嘛，然後拿來就係切架裝後就係用那個腳去搭，用腳去搭，哎呦，哦，你咩要睇就出嚟，嚇，你要搭到咋？鹹菜乾，先篩走啦，佢篩走，讓你哈，大隻鉗啊，哈，大隻鉗一格格的，迄姜快嘅嘢是不用冰箱啦。哦，泡菜乾，泡菜乾，哦，唔係個鹹菜乾啊。泡菜乾啊，係泡菜。然後嘅豬腳係就係去諾貝市場買嘅黑豬肉的豬。哦，幾好聽。唔係自家腳，自家腳都唔識啦。然後就安尼一片豬腳啊，一片，然後安尼空按台，空到按落。然後也係阿婆以前。慢慢嚟講，繼續講。阿婆以前的時間會就會當一位煮誒，頭擺嘅時間只煮就出嚟。嘿，然後結果大家就當好餸也醫生，然後媽媽就聽佢就係特別嘅聽佢學也這道菜，對。滷都很落啦，真落。係啊，好食，要當初，要真的好食。嘿，小康老師，待會再給你哈，哈。對，趕快放飯哈。配飯。好來，唱下呢告狀嚟講。唱告狀。公平啊，嚟，好嚟。因為你創業嘅羅山歌，創業嘅詞也符合到佢帶來一個美食，保衛一個那個主角啊，哈。阿峰哥是都有落，有落。要嘅呢個泡菜嘅味道要入落去，哦，都好食。因為我難得是多嘅好嘅料理，真係。難得是多，真係。也就是時茄菜咩？時茄菜，而家個客家現場有啊，家婆嘅時菜啦。係啊，家婆時茄種誒。前面譬如創業嘅羅山歌創來以後，平順要佢特技也嘅創業嗬。就牽來錢河，也有做佢改做嘅那個玉米啦，哈，米頭也有做出來。不如講也做得了建議一樣嘅素材，你自家注意仔細看啦哈。細火慢燉，一隻燉絲哈，都是現場談看啦，還有做得進步嘅空間哈。個人當我哋嚟做米香甘甜，而家從來以後，但是米香是接到甘甜，也刺激唔係清酸啊，但係佢從來以後，但是因為安尼，嗰隻香絲嘅轉型嗬，做得是做個較好，今天冇問題，加油！哦，可以下嘅分數啦，嗬，可以下吳曉源嘅分數。96分，高分哦。係啊，按做得啊，係啊，像主角用按做得，按做得按好食。阿婆煮嘅啊，係，沒媽媽煮嘅啊，媽媽煮嘅啊，媽媽很搞你嘛。做得啊，做得，你也要買嘛，要攞波要買嘛。冇係啊，一係幾嘅私房菜。私房菜哦，過年搞一下，很用嘅做嘅。好啊，我再聽佢講下。好嘛哈，媽媽有限時間喺屯學哈。嘿，食譜做得來一下。SOP 寫一下，用嚟做。主題嘅統一肉燥麵，只能做好難可以用出來。豬腳真的好誒，這個膠原蛋白的，好吧，謝謝，按仔細哈。好啦，去做休息哈。好的，撒下來。撒落去陳建奇啊。哎呦，陳建奇哈。
给他带了嘛好料诶。你今天等他看就对了。好了好好。我冲平板。好，来唱过来。记得拿两麦克风出来，对，记得拿快诶。哎呦，要买个好料啊，你介绍啊，对。爱在中浪嘛哈，中浪的喝茶条钱哈，喝茶条钱，葱油饼，喝茶针条钱，有几十年嘞，几十年嘞，所以要做几十年嘞，是吧？得拜爱经过那边出大摆长龙，青头年呢排出去爱买。哇，也生意动火，也是名店就对了。唐贡还很多美凤有约啊，行脚节目的全部都有报道，是不是？错。哇，各大这个电子媒体、报章媒体都争相报道。对啊，爱听懂哦，听错是。对，是可能那是对吗？是加拜的。哦，这个有加蛋的啊，有加蛋加5块的，对。你加蛋加5块。有一家调个酸条油呀，有些个酸条跟葱。全部搅落去。其实有一些葱油饼，然后加到那个酱油料啊、辣椒，才会够味道。金是呢，你这家人是就等于阿弥陀的。好吃，中辣喝茶条钱哈。对啊，这个不会输那个什么花莲那个什么炸弹葱油饼。也是好吃的这个，有些冇通用，各有特色啦。那个有它的特色啊，这个也好吃。好吃。赞，有限时间啊，咱一个排队了哈。可能要排农场哦。聊天话啊，什么演技啊？你做嘛想好啲介绍咯？记住生意很好嘅。你有股份啊？你有股份。唔同条街有寿司嘛？經過要排出嘅就上去，可能要排出就上去排一下。唔同條街有壽司嘛？冇嘛嘅壽司，冇嘛壽司，你哋接受到嘛？就好吃啦，啲生意很好嘅呢咧。我就帶種啦。帶種啦。附近啊。這個反正都介紹你去給他私房。好吃的啦。還有中辣有3寶，100個。東北有3寶，我知道。中壢哪3寶？中辣哪3寶？肉條拜哈，火臉。牛肉面，牛肉面，牛肉面，鐵條同龍潭咩？龍潭幾片？中平路有一家哈，超過90年。哦呦，我真見哦，佢真見猜天演當地。哇，那中壢3寶哈，對啊，還有中壢還有呢？還有嗎？菜包啊，劉媽媽三角窗，咁樣真有名，係咪？好食。好來，從對來挑戰咱的公平。來，唱民族欣賞。今日特別介紹了一件中辣嘅一千枚嘅種油餅，
介绍佢做的，但是呢，我創佢嘅名嘅時節，個總落，唔好落到人太上嘛。因為我第一係好多年，但是我創客家歌做的創到安裝，也挺冇容易。但是因為歌詞啊，唔是唱歌語嘅強調，佢嘅上韻，所以話歌課啊，歌的唱歌嚟啦，係嗱係。福慶出遊嘅梅艷樹葉嘅時節，咪強樣做下這個行人地位，唔是熬到強強嘅人，按是做得十全嘅，但是今日係你冇靠嘢分數啊，按用心，但係本鼓勵呀，繼續加油。好，安主先，唔該嚇，你看一下嘅分數，嚟看一下陳建騏嘅分數。拿來換雞湯啊！根本你是為到做一隻菜，我要飼隻雞哦。看一下陳建騏嘅分數。啥都很厲害，啥都很高分呢，很強哦，哎呀，恭喜哦，還2禮拜哈，拼下嚟，可以把冠軍嘛啊，哎呀，加油，加油，好，多謝，回去休息哈，係啊，那你可以休息下，還有你會衝嗎？他一邊減少給出來哦，慢慢衝，好，沙來來讀咧林義經嘅三個字啊，你繼續寫。帶了那個好料了，不然要讀個是了哈，來給我帶三個字，好來。把连本都拿出來了。哇哦！也非常按天然的，天然哦，也唔是一配，也唔是培育嘅，也貴族筍，哎呦，你也唔係也是只，也高時，然後甚至也是以為啦。哦，跟住我聊到一下。啊，做筍乾啊，條做會啊，攝用嘅啊，做筍乾。啊！呀，平常時我都逢人過節樣油啊！當然，特別做過節的時節，咱們煮雞嘛，雞油留下來混竹筍，哎呀，開玩笑，從小我嘅竹筍有冇？阿媽做嘅混幾桶嘅，差唔多是1班以上。一大頭切啦，幫啊，千針嗰樣。假使講根本你。是為到做一隻菜，我要飼隻雞哦。哎呦，真的啊！我冇過節啦。哦，係啊，飼隻雞，個雞攞去賣都，那係點樣食呢？個
鸡莫要买吼，该注意来每毛公羊。毛公羊，毛公羊我有该饲要鸡每多。哦，自家土鸡然后是。土鸡混样样好吃。哦，对对。自家养个鸡，自家种个竹笋。对，自家竹笋，然后我妈妈多真多，笋干真多，也有麻笋，有胡麻笋，要是有妈妈的味道呢。哦，也是。哎呦，我不用大作坊来做的，唔啲9点方来做，我讲是唔对啦。我不用是讲跟个鸡，跟种个鸡汤拿去哦，莫讲按利息啦。剁半十个鸡落来。哎呦，跟人开鸡系呢盘鸡肉。莫讲鸡冇剁落。我讲有啲人講講油啊，有冇啊？佢講油都也冇相關。一雖然有啲油咧嘛，但係黏真好咧。哦，要讚嘛？好食啊！好食嘛？讚！按雞肉食得嘛？媽媽咪湯，有，媽媽咪湯。雞肉嚟食嘛？雞肉好咧，一對較大啲。那較大啲啊，還有半雞。一買個醬料結醬嘛。我本來要結醬留調料啦，而家當中結醬冇用來。有結醬有結醬嘅米湯，有。要做人客家鬥啲嘅米湯。誒，正經。誒，你結醬要下好啦，是調料冇。有，結醬有。結醬同調料咁樣攪咁。溫來就有嘅米湯。好食。好食。人家有米湯啦。哦，要從從國從到按道地啊。係啊。哦，係咪？黐鹽鹽。哎呦，真係啊！誒，好食。好食。讚。嗱，上千叫呢，一條果子溫加拜呢。哎呦，溫多。因為下果子要當符合呀。有條果子寫到未來，計幾當冇符合。我改來一按最好嘅。哦，佢本來做成順幹啊，本來講西走，竹筍西走啊。哦，跟西走是冇按嘅。一開始是想到講下主題就係。因為我從大概嗌開啲書來嘅話，要識過咧，所以講我哋一帶也按到珍藏嚟啊，唔是買啦，所以雞做不下，自家都要，自家嘅雞，自家嘅竹筍。我時時都講做雞做阿摩羅當，做後世做大商，做割下落去講話咧，不要好啦，唐先生的公平，衝上唱 K 嘅先生。阿嚟，你意見過哈？我同樣過哈，佢俾創嘅帶晒強烈發亮裝，佢見俾鐵山係乜嘅？有個本裝嘅，人講嘅有個竹筍。當然竹筍啊，再買千多啦，竹筍乾啊，竹筍到本嘅乜嘅主角啊，呢度全部當到。佢俾竹筍換雞湯了。換雞湯啊，一嗰時一寫得相當好啦。當然啦，我講過，我意見過啊，夾一箱夾嘅餸就有個雞卡餸啦。但是呢，佢比來一樣來談哦，坦白講，佢創一創嚟相當好。佢創嘅再遠一啲一進嚟相當正，但是佢比在一塊餸嘅時間哦，我帶了嘅帶時間就當明顯嘅嘅餸啊，係咪冇衰好一件裝？要多些位，要叫咩嘅卡上，坦白講要卡太卡地位，也就要注意下，因為嘢多面試嗬，自家嘅堅持啲一定要同你注意下，尤其自家商業一定要保護咯。我講過不過牛屎啊，自家下果子也下得青春，創來也創青春，但是顏值嘅方面，自家就要顧好來，再加油！加油！睇下李怡點嘅盤叔。的啦，而家目前排名第3名啊，金本業的，更是唔沒請過。對，還有2禮拜。加油啊！你，可以獲得冠軍嘛？嗬，係啊。可是得會雞湯啊。安子些呢？咁冇識雞湯啊，要對腎有幫助啊？唔知少講啦。應該要。我家已經念鬼喎，你冇可能。好啦，安子些，多謝，謝謝，回頭休息。好事，希望都用親朋友，今年啊參賽嘅朋友，大禮拜都好事。撒下來，萬二咧。請問蘇帶來廬山歌。好嘞，彈過啦。
就爱来送啦。哎呦，面试太高，你好，哎呦，今日带埋个好料哎，好料哎，哎呦，哎呦，都反偷夫啊，反偷夫踢跳好，也个做屏东女仆嘅名单，试过，你试过？嘿，我去表演嘅时间有试过。哎呦，我去拜看到呢，因为平常是冇乜嘅，温挑油，刚才讲伊嘛，屏东嘅你们嘅嘛个慢慢的主角太个都低啊，个女仆安尼反正都可能较冇人低啦。哦，伊边挨拜去个屏东了啊。就基本来讲是个事，呢個節目啊，上禮拜 TV 在行裏轉。係啊，佢帶頭嘅。係啦，呢度玩節目玩嘅主題 TV 行裏轉。我前幾頭家啦，大家跟他聊天，大家聊天就係啦。剛剛用嘅說法俾我。哦，用乜事？TV 就說前兩年拿嚟這個鹽鹽味先食啦，好來。要不我丟啊，唔好團體啦，我要鹽我。哎呦，哦，他嫩金粉不知道放多少。要冇我記住。哎呦，反正我獎味有嘛，到東鄉哦。好是唔過見我咩廖宗盛哦。也就講，個反頭做個反頭魚嘛，反頭魚嘛，佢做安尼講。你搞不好用黑金剛啊，黑金剛做。你有冇黑金剛做？佢講伊講太湖山下留下嚟個水哦，將用個台灣那個反頭加個菜類米做嘅啦。哎，你真好食。哦，很油了。就加太油，當一種口味。太油搞之後，你試試看，點落去，加這種食法啦，也就最簡單做安尼食啦。兩個人愛過咪試過。係啊，那再試看呢？對。試看啦。加太油嘅哈。哎呦。因為我講樣，加試落去像按頭擺。按傳統那個挑夫油嘛，加挑油安尼。個剃挑米頭較少一些。較少，但是含有剃挑米頭。因為伊除非栽培上了，有冇？我特別食來不下再試過，有冇？哦。加個切鹽菜老挑油，哦，一種。我蒜頭就加挑油，有冇？哦，你那個東西。你加啲蒜絲。哦。有種三種米頭，差不多吃了3盒啦。係啊。哦，這夾不得散啊。更好吃吧？全都理由。係啊。但老師講，每個全部裡面裝完都帶都用嘅，要不然挑夫較健康。對。好像健康飲食啊。佢也做得用剪的呀，有乜嘅冇？沒做得用剪。沒做得用剪。是誰？用剪，你乜嘅？哦，切片的剪，都係。哦，冇阿彌陀哈。好吃嘞，還好吃剃頭嘅東西。所以哦，個做安尼特別節目啊，就做得介紹到安好嘅美食啦，哈。健康食品啊，係嚟講啦。對，是得會加個油性的東西啊，是得會嚟冇哈。加民主老師講嘅嘛個剪的渣模式吃下最後啦。吃了最後。真的。因為佢飯條嘅魚嘛，嗬，佢冇拿來剝脫，將個飯條魚向下去打去磨嘅啦，哦，從磨板磨米哇，磨出來，所以個飯條魚嘅色係容易。會變。沒講佢用嘅用嘅色素啦，磨啦。嘅冇講啊，係會落去所以當天然就出來啊。天然嘅。OK，好，謝謝安子 C 哦。安尼做對了，唐先生公平嚟。我唱秋華先生。好，可以冇買翻譯嘅感覺。冇識到，免按係啊。佢黑掉上去我哋。拜託你亮啥嗬？我哋做一下流程啦。從頭說到。如果係流黑本嘅係咪？用下流本嘅。就說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講埋了更快是更像啊，了嗬。今日主題清嗬，啊。各則線數裝出你隻各體嘅特色，嚇！青島客家人中意講家當多人冇識過呢一種嘅東西，嚇！溫慢主強講起溫慢主強有嘛？我大學上去溫慢啊，個主強都唔殘人賣呢。對啊，但是講真，閩南主強每天比嘅夾媽媽做嘅主強好。冇強用嘅，面試冇強用，冇強用啦，嚇！當年自己客家菜清好食啦，嚇！今日呢啊，請太講啊，嚇！講起落實法啦，你種去煮，唔過你沖呢落山歌。你就可惜，你就來跳床。老人講落山歌，那只有人唱嘛，冇來亂唱，到後尾你去輸贏就比較不足的位哈。呢方面希望你下回有機會哈，能夠歸進啦哈。還有
听一句啊，米色虫啊哈，你米色虫一下子掉下来，米色虫呐，莫米色虫，那就一下子掉下来，躺起来比较就哈某孙。米色虫唱落山歌比較就冇咁容易，三大條裡面最難唱嘅就落山歌。你要問一種興這個本身嘅條件，大概都高音，你唱出來，你這個要去注意哦，我希望下邊你叫更加嘅進步，加油！好，民族先生，好，民俗先生佢嘅車先生係車太太。車太太唔好，很介紹啊哈。但是下呢將就下先生有特別講嘅，你米是從你蔬菜哈，所以我感覺講你樹梅嘅時候樹都挺硬長嘅啦，所以比較下會讓響到。再來落山歌唔係講做唔得加貼絲，但是你要加到如何拌料咧都愛。非常的平順，容易，所以某一天說，一聽講你要加貼絲落去啦，因為你的歌詞是下到按順的嘛，你這個加落去是個那加的啦，係咯，像下南老了，偏加落去，天出愛來，我多個愛來上嘅時間是會挺硬咧，樹梅樹都唔講咧啦，所以呢一點我慢慢的去調整，看用扮演來做潤會下順，好唔好？我這樣講讓強到你嘅分數，所以你要加強，有進步嘅空間哈。好，先生，好，來看一下這個分數哈。來看一下前面數嘅分數。叫聲唔錯，分數當好啊，當好，真，係啊，還有2禮拜哦，好嘛，十餅啊咧，好嘛，一道菜帶安好食嘅呢，花生豆腐，飯條腐，就本來就是哈，唔是這個，按這些，本來開眼界，體驗，新的體驗啊，謝謝按這些來，沙雷，黃顯發帶來平白。好嘞，唱完了。各位主持人好，哎呦，痛哎，你還忙哎？來，我燒雞以後，養生書堂
养生酥糖，养生的啦，健康食品。果子有创到白布的嘛？白布的，白布的，白布的명산，白布用很厉害喏，那个명산热。跟店面有100年呢。有超过3推的啦，3推。哎呀，讲加个粉肠有嘛？水盐肠也白布的嘛？哦，个新布，傻分不清楚，才叫是白布，傻分不清楚。白布诶，100年的啦，100年历史，安尼一天当差不多100年3推啊，3推年嘞。頭擺嘅全部做較鹹啦，而家踢3推嘅吼，用也冇啥養生嘅觀念啦，而家是做五谷誒，全部五谷誒，兄弟何首烏啦，何首烏，係啊，何首烏雞湯還是石膏呢？哎呀，蘇糖唔是石膏嘞，蘇糖唔是石膏，那是石膏了嗎？係養生咧，冇講佢甜，唔會甜，偏淡啦。淡香啊！也没有标芝麻呀，有都是芝麻，我说，你有安排啊？他头山鲜料啦，你制作单位正严哦，最没点心，没有点心啊，一会儿，前菜、主菜到甜点，哎呀，有嘛干？也有南瓜子哎，南瓜子没健康哦，谁来实现哦？哎呀，射护线对吧？要剃头嘛，要腰果，阿妈跟腰果，这个有杏仁呢，杏仁哦，阿妈跟你买贵包的个南瓜、番瓜个番瓜子，买贵包嘛是番瓜，哎呀，都是我冇说的，一说的是对谁来好啦？对啊，有一个老人家，他就去看医生嘛，对啊，医生跟他讲说你射护腺发炎了这样，射护腺，然后出来问。我在等领药的时候，都碰到旁边有个年轻人说：“哎，你知道射护腺在哪里吗？”我不知道，我听过苗栗县、桃园县，我没有听过射护腺。没有啊？你问这个干嘛？因为那里发炎啊，所以我要赶快去领啊。赶快领盐是不是？对啊。双赢把口，带了安健康的痛，本台自家都保护了射护腺。对，再多吃一点。对，这样高中欣赏。今日新華口創也平板，沿着雙旗創了也算一品順啦。假使老人講那啲位較唔記住講，還要注意嘅鉗油嘅時間，因為有的部分鉗的冇按好啦，吼。理解啦吼，安排作詞嘅時間，人自家作嘅咪吼，作詞嘅時候聲音哈，加油！好，顯話個其實佢本身啊，經過一個幾個比賽，留到年度嘅比賽嚟講，不管唱歌方式技巧也都也已經進步很多。但是今日我也有感覺到講，一歌詞嘅問題，其實你。北部鄉老北部莊咪窮樣，唔怕佢窮樣嘅壓原始，嚇莊鄉就窮樣嘅壓是，唔是講一天可以小改幾啦，嚇。再過來也就也家下唔到個廠嘅咪絲好，呢個好事啊，唔講絲上又唔係絲上，嚇容易上鹽，咪絲來好啦，一個轉米油嗱，一個好事，你自家可以多去練習。因為佢一種喺試試就當我講哦，好嘅要上嘅鹽，也就較冇轉，自家樣去醃，然後醃也嘅嚟樣係同佢轉鹽轉上，一樣嘅自家就可以多注意。其他嚟講，佢咩嘢嘅本身咬絲各方面度一上嚟前瞻，再繼續加油。好，謝謝，看一下網民打嘅分數。回去怎么让国啊？厉害啊！係啊，係咪要帶到米色嚟啊？你係嘛？全部要加分啊！太加分意啊！係咪太加分意啊？先生一分意，射護腺一報道啊！就係要本件事咧，錯嘅啦。好啦，恭喜，還有2禮拜哈，加油！好，回做休息。
好中国的朋友啦哈，打电话，096667662，还有传真电话021277782131。好，等他个来报名哈。等天吧。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啊，俺们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啊，安子生，先生辛苦嘞。还有是蒙各位好朋友哦，待会暗后升东西啊，石金宝啊，继续加油，还有龙礼拜哦。哦，谢谢。哎，是蒙小康老师还有最欣赏，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辛苦了，谢谢。我们工作同仁们，还有李天聪的工作人员辛苦嘞。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出发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冲下来，跟你拜拜。